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原来 get out 桥本岛，台语安尼写 get out 桥本岛。get out 是外来语，就是英语的 get out。台语有袂少的外来语，拢是用罗马字来表示，所以 get out 桥本岛，台语安尼写。华语的落选、栽跟头、出局了，台语就是 get out 桥本岛。实在真闹开，第一回合的比赛就 get out 桥本岛。领班的人选已经确定，你红 get out 桥本岛啊！你免阁逐工送花啊，人查囡仔已经选别人啊，你红 get out 桥本岛啊！桥本岛嘛是车轮岛，就是头拄涂骹甲并过，头顶地翻滚过去。爬轮岛就无共哦，爬轮岛是头无拄涂骹，是手拄涂骹甲车过，就是翻跟斗、翻筋斗。啊，那爬机轮是侧手翻，是横向的翻跟斗。再来讲爬轮岛，也就是爬车轮。有一句俗语：翁亲某亲，老婆仔爬车轮。翁仔某上好，甲是大人放袂记哩，害两个老翁婆像转无停的车轮安尼走纵奔波，就是咧奉劝世间人，翁亲某亲，爸母应该搁较亲，是唔通劝两个老公婆仔咧爬车轮、爬轮岛。今仔日的台语字 get out 桥本岛，实在真趣味。